本日福气类类嘅节目，今本日嘅福气类类哦，大家来稍介嘛嘅神奇嘅事情哦，有只工作是非常嘅神奇哦，哈，佢名叫做老顽客，係講用客家話來講，用英講咧老教客，又有老又有教，係乜嘅意思呢？大家要發現冇，睇你系統嘅改變啊，科技嘅發達，你睇啲生活地圖哦，有咁多嘅東西，同科技有關係，同天資有關係。你維持到東南冇，上次當然學落學唔會哦，就係講咩咗啊？年紀有一些大咧，冇上嚟學咧。咁講好，你只工作室咧，其實俾大家來認識安樣嘅科技產品，不管你教誰，都做得認識到當多，搞到當有意思。大家來先看下短片，等下是第六。一下老人家見來見到韓國科技按進步，老人家見來見聽唔到後生人，老屋客人嘅關係咪見來見唔清。故所也到後生嘅見聽先對啥啥都有嘅智慧型手機嘅教習師。我們開設智慧型手機的課程，是希望他們跟着社會脈動走。社會發生什麼事，他們有沒有知道？年輕人用什麼語言，他們知道。開始慢慢，我覺得他們開始會覺得，其實我年齡長，但是我不是老，變老。然後可能他的小朋友會發現，70、80歲沒有我想象中的老，就是發現他就是一個很活躍，他仍然是一個跟我們一樣的人，而不是他就是一個老人在家裡發呆。看一條頭拿無碰怕帶電腦化無鏡嘅阿伯公阿伯婆，見啲嘅白書記嘅，一張頁看到，知道有啲位置，有啲位奇怪。係講唔係有廿條太學生，按點時呢啲順空見高，還安排同性軟體健身協上廿條課程，當到老人家本單根本就唔想用智慧型手機嘅。我就想說，那麼多歲了哈，快70歲了就不想學了，只是聽聽而已。聽到我們理事長說這邊要教我們用手機，我女兒就鼓勵我了，我來這邊學。他們非常有耐心。其實我的孩子，他們都在科技公司做事或者大學教授，他們也很忙，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攪他們。那他們願意教我們真的是感謝得不得了。開這種課程的話，直接可以跟小朋友有個互動，不管你是玩遊戲也好啦，傳資料、傳相片啦，感覺上就比較豐富啦。小朋友那個長輩們，他們好像生活變彩色了。生完，我照你一張，來看看。現正有老玩客團隊沙期老人家去發通中心，就唔係單槍示範打嘴鼓也到固定發通，一下幾條含做得動有次先拿出手機嘅，收到牙白白嘅，翕下一種又一種嘅相片，含記錄幾條嘅彩色人生。大家都分享你見嘅裏邊我哋家下看到嘅隻團隊嘅活動後生嘅創辦人我建議歡迎。大家好。我是老頑客創辦人建宇，歡迎建宇哈！聽你來分享嘅係兩隻團隊啲都在企嘛，係呢培發。大家好，我是老頑客的企劃貝華。好年輕哦，兩人都好年輕哦。可是你們現在做的事情都跟老人在一起，對不對？對啊。對，先講一下，對不對？我們的貝華是我們的關西客家人，可以這麼說嗎？爸爸是。對，爸爸是。對，可是自己從小在台北長大。對，然後建宇是。台北人，不要這麼害羞哈！剛剛那個今天來上這樣的節目，是不是可以聽到一點點客家話？阿優走在聯繫講一點點的客家話，是不是蠻有意思的？是有學到了一句。真的，你覺得客家話聽起來怎麼樣？蠻酷的。你今天學到哪一句？太嘎後，太嘎後。那我再教你一句哈，吃飯。吃飯，你覺得是什麼？吃飯。對，為什麼要練習客家話？因為事實上，老頑客團隊就是在教一群人學習新的東西，是，對不對？所以今天我一開始就先教一個泰嘎後、哈嘎發嘛，對不對？那爸爸，你有聽過爸爸講客家話嗎？有，去爺爺奶奶家的時候。所以你是有感覺的，你可以聽。勉強，對，那你今天來有沒有一種好像重新接近客家話的感覺？有，客家話很可愛，很可愛，你看很酷又很可愛，對不對？好，其實以後未來要多多的學習跟多多努力，我覺得多會一點點語言其實也蠻好的哈。對，不過一樣，我們今天就是要告訴大家分享一個新的消息，老頑客是一個怎麼樣的工作室，或是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團隊？剛剛第一下有看到，不過來請我們的創辦人或是這個企劃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我們老頑客是在2018
2014年在清华大学成立的，那是一个关注高龄议题的社会创业团队。对，然后我们是希望可以用比较创新的就是教学跟活动的方式，然后让老人家可以跟不同世代，或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朋友，甚至是不同世代的陌生人，有更多的接触的机会跟交流。所以这社团很新算2年多了，对，很新。可是怎么会想说要是老人的一个社团呢？对不对？你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会说，我要回乡，对不对？我要让人家认识当地，对不对？我要做文创我要让大家知道不同有趣的什么，比如说戏剧或是文化的这个推广。可是你们是想要去做一群跟老人有关、学习新事物的一个计划。是当初是怎么样会想要做这个？对。那其实我们团队里面当初进来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是其实就我的话，我是因为我爸爸妈妈的原因。对，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现在还不是老人家，当然还不是。对，但是就是他们，我有看到他们一些生活的状况，觉得不是很健康，或甚至是说我想要去帮他们找他们适合的课程，都发现到他们生活应该要有休闲，应该有玩乐，但事实上外面的这些事情都是给年轻人，专为年轻人设计。所以想说，为什么他们不能有这些玩乐的事情？所以我想说，那不然我就自己来试试看。你观察很细腻先观察自己的爸爸妈妈，对，发现他们平常生活不是很健康，是不是？对啊，对，你觉得他们都在做什么？看电视啊，然后真的滑手，一直看，对啊，因为其实台湾慢慢的就走向高龄化的社会，对，而且到了2040年那时候，整个台湾可能你走在路上很多都是老人了，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老人，大家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当然会看到很多老人参加社团，可是大家想一下，有很多老人他整天是坐在家里的沙发，可以说是没有事情做，对不对？对，他就是这样坐着，从早上坐到黄昏。对，然后最多就是看看电视，然后就去睡觉。对。可是事实上，在随着这个整个科技的发达，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大家都低头族，对不对？平常应该也很常在滑手机，我也是。那你想想看，那老人家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所以我刚刚看到很有趣你们是要教老人家玩3C 产品对，如果说玩可能会更贴切一点。对，所以怎么样？成果如何？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从等于是让他们先有自己一台手机之后，然后从一开始的接打电话开始，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到说他们拿到电话连接都不会接，想到什么？对，什么？小朋友都说我买给你新手机，怎么开始不接电话？对，然后到后来我们都会就是课程设计的主轴是围绕着他要怎么样可以跟家人跟他的小朋友互动这件事情。例如像我们会教他们传一开始的简讯，到后来使用网络的 LINE，然后拍照分享、修图等等的。我觉得这很棒我不晓得培华有没有这种感觉？像如果我家里的长辈，假设是70几岁的阿婆，他如果会用 LINE 的话，就是现在的通讯软体，走得到台高类互通，我会觉得我跟他距离接近了耶。对不对？对，我觉得差很多而且 LINE 对长辈来说算是网络的工具里面最容易入门的。对，那他们就算不会打字，其实也可以按一些贴图啊，或者是录个声音档。那其实我觉得教3C 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像接电话可能会觉得很直觉，可是对他们来说就会想说，为什么我要按这个绿色的电话？为什么我要我要滑是不是？对，或是滑开纯通讯录的概念，他可能也是不太清楚的。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青豆跟阿公阿婆比我们想象中的聪明？我的意思，我们都会觉得他们学不会，其实并没有，是没有给他们机会。是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对，我们在课程中其实有发现到，他们其实没有照到他们的理解的那个点。例如像我们在刚开始设计教材，会觉得我们的直觉是图像。对，我们会设计，比如说图像是一个，这样步骤化，一个一个的图像给他们。但后来发现他们其实直觉比较是文字的。对，我们就发现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有在这个过程中有去设计教材，让他们发现用他们的方法，他们懂的方式的话，其实他们是学得会的。真的，是不是有很多有趣的例子？对啊，我这边分享就是像我们在教到第2堂课的自拍，像刚才有。可能那个影片里面有自拍，对，我们那时候自拍原本想说，自拍其实拍照跟自拍很简单，因为就是按一个钮，你只要按相机按一个钮就可以。我们好爱自拍，年轻人每天都这样自拍，对。然后后来我们那时候开始教那堂课，原本想说，15分钟大概就可以结束了，就大家玩了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
课程结束还不回去。对，然后那时候发现到说，像我们教他们的是45度要拍侧脸，对，是最好看的，找出最漂亮的角度来拍。然后像他们可能没有人跟他们讲过这些啊，然后他们就练习得很开心，而且会开始跟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举动跟年轻人一样，比如说就拉旁边的人一起说，哎，这边一起拍这样，对，然后就整个玩得会很开心，急着分享给朋友啊，说我可以自拍很漂亮。对，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的经验值里面啊，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跟年长的长辈一起合作做节目或什么的，然后说你快点帮我拍，我等一下要赖，有没有？对，但他还会赖，然后拍完之后等我一下来赖，然后戴老花眼镜很久，我要赖给女儿看。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帮老人家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拍说，不要那么近。我想说有什么关系？他说有皱纹，我要美肌，会不会？对，他们也学会美肌功能。对，我们也有在教他们怎么样使用修图跟美肌。修图？对啊，就是那时候我们有教一个 APP 教他们使用，然后我们一开始会觉得，会不会太困难？因为其实它。比较复杂一点，它的阶层比较多，例如像你要美肌要什么打什么粉啊什么之类的，对。可是后来发现他们有兴趣有动机之后，他们很愿意去问，比如说老师他会用那个就是有消皱纹的，我要怎么用？对，就开始大家有讨论了，他愿意去问，因为他很想要。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除了可以跟老人家更接近之外，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除了缩短距离，也让他们跟我们比较不脱节，然后他也可以随着整个科技的进步，对，他也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在做什么，或是你们年轻人在做些什么。对啊，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帮他们建立一种信心，就是说年轻人跟他们其实没有太大差别。那为什么学科技会那么困难？其实不是长辈不聪明，其实长辈很聪明。是这些科技产品没有真的去了解长辈的需求，还有他们的思考模式，所以其实是这个设计不够好，而不是说长辈不聪明。人家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是不是？其实还有动动聊咗吞嘴大女動到啦，老人家有關嘅口腔啊、大內容，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來。术後拿定相片，明顯經驗得到母飯母親嘅歡喜。今年70歲嘅亞洲米整理好，得將家下嘅菜單，還個做自工嘅經驗種從亞豆，並到推野杜紅添好勢，讓一記特別打扮，看起來動搖客家米，準備去參加一項特別嘅活動。行業沙期發通中心嘅比賽，看到米嘅阿伯公阿伯婆都打扮到獨派頭，逐定拍整叫木族嘅蛇皮羅玩比試，個追風亞豆，見條紅綁定嘅風彩帶媒體片當年，讓佢亞豆為啲舞台紅做一類公演者。經由旁人旁敲側擊之後，其實得到了非常多就是阿姨豐富的經歷。然後他今天也會就是為我們帶來就是他唱歌的故事，然後最後會為我們表演一段客家歌。那我們接下來聽他的演講。大家好，我現在名趙米，我待在新竹市東區嘅所在。頭一擺拿定麥鼓，亞洲米悠悠嘅同大家經過講嘅人生故事。我現在呢要講的是我歌唱人生，因為我呢其實說啊，以前是農業時代。收音機普遍很少有的。有一天呢，大姐在新竹買了一架那個收音機回來了，哇，全家人都好高興哦。到了晚上的時候呢，全家人圍在收音機的旁邊呢，聽氣象或者新聞報告呢，或者聽音樂。講到韓世家下現正家己買嘅一台垃圾歌，談到佢對唱歌嘅動有興頭，睇嘢佢一定好唱嘅就係客家歌。母親為太根母親，辛辛苦苦讓我
舍。也就面政府推行老大家讲自家嘅故事，公阿公嘅从其故嘅，还用相片做简报。啲推行看起来hoàn頭手面，冇見有自信嘅佢，其實佢喺年前是認真假老公不啱過身，有好叫話佢行去知道同艱苦，做乜嘅就無心無想。黑暗車。好，你下大家看到嘅短片咧，其實講嘅係嘅羅阿婆嘅，你大家看到係重構嘛，吼，但係講咩？其實你要講嘅就是這是一個社區的舞台，是對，其實社區的舞台就像是一個平台一樣，佢做啲搬動作感應起到，開始片頭咧分享很多的事情。我看完之後很有感覺，我很想講一件事情哈，也要跟觀眾朋友分享。馬改時青，其實大家不要認為老人家的需求是沒有的，我的意思是說。其實你20歲一直到你30歲、40歲、50歲、60歲、70歲、80歲，其實你的需求都是一樣的。大家就會覺得說，哎呀，年輕人要談戀愛，老人家就不用談戀愛。哎，其實不一定啊，年輕人需要玩，老人家不用玩啊；年輕人需要朋友啊，老人家不需要朋友。對，其實不同的年齡，他們的需求是一致的。對，好，所以我覺得。我們要看到倆一點動蟲，然後這也是為什麼老玩客存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所以像剛才那個阿婆，她就是很有自己的故事，對不對？對啊，其實那時候我們在就是跟這阿婆在聊天的時候，其實我們發現她看起來是一個非常開心，而且非常喜歡唱歌的人。可她分享的故事，我們那時候原本想，那這就是一個舞台，讓她可以唱歌。但後來她在這個舞台，在她人生就是唱歌的這個故事當中，她其實想要跟我們這群晚輩或者是她的朋友講的是，其實她在這裡面學到了。他要怎麼面對挫折？例如說，他那時候覺得他唱歌很厲害，他去比賽，就他竟然輸了。他那時候在分享的時候，其實我想想會覺得說，原本我以為可能阿公阿嬤他們就是一個很像是一個象徵很偉大的存在，但是其實他跟我一樣，他其實為了一個小小的唱歌比賽，也會有挫折，可是他怎麼站起來？我就覺得好像對，真的跟我一樣對呀，所以剛才講的就是大家都會覺得啊，好像弄影嘎沒有按鈕嘅需求，其實不是的，只是。你理解我的意思嗎？就會覺得說，比如說我們覺得，哎呀，年輕人要跟大家聚在一起，我們要去唱 KTV 啊，老人家不用，其實都是一樣的，他們只是年紀變大了，那內心的需求其實是一樣的。對，所以說像這邊貝華這邊是不是也知道，就是你在企劃很多東西的時候，這就是一個社區的舞台，是不是也有像那種故事分享，還是什麼演講的活動？主要我也是一開始是加入老太的這個活動，然後我也是像創辦人建宇一樣，就是我們每個人會去陪伴他們，先去用畫圖啊，或是一些聯絡本的方式，請他們把人生的故事每一周這樣子記錄下來。對，那就是在老太的這個部分，就是我陪伴的阿嬤身上，我也學到說，就是我們可能會在歷史故事上學到什麼戰爭啊，或者什麼樣的東西，可是聽他們聊到說，其實我聽到這個飛機的聲音，我會很害怕。我說，為什麼你會這麼害怕？因為我可能3歲5歲的時候是什麼2戰的時候啊，那個時候爸爸媽媽背着我躲到防空洞裡面。真的。對，也是透過長輩這樣子說故事的過程當中，就是讓我們真的學到真實的歷史故事。我覺得這有點像口述歷史，對不對？這種感覺就像打開奶奶的潘朵拉的盒子，或是阿公的潘朵拉的盒子。當你去跟阿公阿婆聊的時候，如果他有一定的年紀，你真的就在做口述歷史，很有可能他這一生的故事是你完全不知道沒有經，但它就是代表着那個歷史背景之下所經歷的一切耶。因為像這個，我就有一個想要分享，就是我們有一個90歲的那時候，剛才上面有看到一個勵志阿嬤，她那時候分享的一個是她。很早，他在9歲的時候，他在做那個斗笠。以前斗笠是手做的，然後小朋友會幫忙做。然後那時候他們會唱的一首歌。然後那時候說，既然是一個民謠，而且大家都會，就我阿嬤說她有聽過，說那這樣子的話，應該大家都知道，那我上 Google 一定查得到。是，結果發現竟然查不到，這個東西真的沒有留下來，它就沒了耶。它就沒有了。對，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第一，我們可能需要考古，然後因為考古就是過去曾經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嘛，對，以前用動畫、壁畫留下來，但是有很多東西我們會用文字記錄，對，或者是其實現在拍連續劇也是一種記錄啦，對，不然你像你剛剛講那個，很有可能那個歌曲，如果那個阿嬤有一天沒有再跟大家分享這樣過，他就沒有了。真的，因為像我們從來不會知道，像他那時候唱的還有另外一首歌是以前結婚要有一個
好像12项古礼吧，他有一首民谣是把所有的古礼是什么？恒春那边吗？是不是？好像不是恒春那边，对，然后它是12项古礼，然后它背后的理由跟它代表含义是一个歌谣把它唱出来，唱给女儿的，唱给女儿，对不对？唱给女儿的。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天哪，不可思议，为什么结婚要这么麻烦？对，所以其实大强也安用音哦，记得很有盘，一定有雄鹰公让给发同，给走在笨龙音嘎上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像是小演讲的概念。是有没有阿婆会排斥啊？会不会？他说：“哎呀，我很害羞。”会不会？会，基本上一开始都是排斥，因为会觉得我不会讲，开玩笑。我小时候以前是要校长或者很优秀的人才可以拿麦克风。有没有站在那个演讲台？他们都会说我不识字啊，我没有上过国高中啊，我会不会不行？但是其实他们私下是很侃侃而谈，就是他们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需求这件事，我觉得老玩客就像是一个刺激一样，就是我们像是一个催化剂，然后鼓励他们去。就是勇敢的说出自己其实是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分享故事。对，首先绕起尬改事情拱不音堂就已经不容易了，分享很私人的事情已经不容易，然后还要读俺动音改免签。可是当你学会分享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感觉是好的。对，而且你讲给别人听，让别人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要站上来是这么难的。对，而且他是对阿公阿嬷们，他们可能是人生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一个有挑战性的东西，因为他可能在家里，人家会觉得，老人家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挑战的事情不能做，不能让你受到挫折。对。可是其实他们很久没有从挑战中得到一些成就感，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像我自己有一个阿伯，算是阿伯吧，他就是在分享前的，他是一个非常排斥外面的东西，然后像我们刚开始约他进去，就是说，你一起来的时候，他都是很抗拒，非常非常抗拒。到后来他发现他好像可以。他会自然有一次忽然上课的时候，他就说：“老师，我想好我要讲什么。”然后我们就也吓一跳，想说：“你怎么前几堂课已经落后这么多，突然你在家里已经想好了？”所以他是有感觉的，就像刚培华讲的，他其实有些他是有自尊心的，对，不是我什么都不在意的，所以他是会愿意说的。对，他们是需要一点一滴慢慢，可能前面很抗拒，可是到后来他们慢慢侃侃而谈，然后甚至到后来他们会说：“我回家录音起来。”然后连睡觉的时候说梦话都在背稿，然后孙子女儿还问说：“为什么你念念有词？”我觉得这样也会改善他跟家人的相处关系。对，对。那所以爸爸妈妈看你现在做这，他们有很支持你，还是你觉得爸爸妈妈生活也有一点改变？虽然他们还没有到老人家嘛，生活有改变吗？因为有时候，因为可能现在年纪还没到啦，但是我有时候跟他们提的时候，会有点像是，开玩笑，我是老玩客创办人，你是创办人的爸爸妈妈，你不能当做一个，你不能这样子什么？对，就是女儿在推行龙音盖，走来，爸爸妈妈天天只在家这样，对，不行哦，滑手机，真的不行，要当成一个示范，对不对？对，是不是你们也有跟一些高中合作？是，有，对不对？我们老泰的第2个社区是在新竹的磐石社区。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对面的磐石中学其实有一些圣诞节啊什么都会想要来这边表演。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办老泰的其实不应该只是说大学生去陪伴他们，而是在地的社区一起去创造这样子的运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主动去磐石中学问说，可不可以有合作机会？那磐石中学的校长啊，或者是他们辅导处的主任，其实都很鼓励。然后让我们去宣传招生，然后就是最后有一些高中生来跟长辈一起在课堂上教学。所以你们等于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像磐石中学的孩子们会去到那里去跟老人家做互动，或是一起学习事情，是这样吗？这一次很棒的是磐石中学提供我们空的教室，然后还有硬体设施。对，那我们就这时候因为在前面办老退的长辈觉得，这些其他长辈怎么上台演讲这么棒？那这次学3C 我也要加入，所以报名的人数很多。我们就带着他们到磐石中学上课。对，那学生是做些什么事？学生我们其实一开始有先独立给学生一堂课，就是说，你们试着回想过去和长辈是否有相处的经验，然后一起去让大家说出来，你觉得长辈是怎么样子的感受，然后他们的生活长什么样，然后先让他们心里准备说跟长辈相处
可以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对。然后第2堂课就是请他们去一开始先动手，可能有些手部运动啊，然后再来是练习怎么点击啊、放大、缩小，是，然后再来就是学 LINE 怎么操作。哇，好棒哦，对不对？哇吼乡亲朋友吼，其实聊讲沙头唔带讲做安用嘅事情，还有其他有意思嘅故事，大家先聊下，等下掌声来。今日东方伊就咧绕墙到两个后生囡哦，係老玩客了只吞水嘅重辦囡然後企劃裏頭啲節目地圖，讓大家都分享，我覺得很感動。这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除了做自己的梦想的一些创业的工作之外，我觉得今天我特别听到的是，梁哈改和上英他会开始去关注老人家，对，而且他关注老人家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龙英嘎改细 Q 黑马改他们想要什么，然后我们要增加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跟互动。对，像该下你上同节目讲到，佢哋落高中来合作，所以龙英嘎佢到高中改片，哇，大家一起学3C，对不对？一个年轻人跟阿婆，我教你，好，两个人玩，感觉也很好嘛，对不对？可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其实老人家可以给你口述历史，他也可以提供不同的东西给年轻人。听说还有什么客服，是不是？哦，是，那时候我们在老 TED 在跟阿公阿嬷在东区公园社区那边的时候，结束之后就发现到，阿公阿嬷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很值得分享，也很值得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就跟那个发展协会一起合办了这个爷爷奶奶安亲班。哦，对，然后让社区的小朋友，特别是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可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然后让社区的阿公阿嬷去当一个老师的角色，好好玩哦，分享自己的特殊的记忆或者是技能或者是经验等等的，让他们小朋友知道。然后甚至在这样子过后，其实小朋友认识了这个阿公阿嬷，所以他就会以后走在路上会跟他打招呼。我们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而且那个网络就会越来越密集，对不对？那像阿嬷可以提供什么？除了讲故事之外，你们那边的经验值，像阿嬷还可以提供什么样？那边有一个阿嬷，她是那个新竹女中毕业的退休的一个老师，她教国文的。然后那时候就是那小朋友压力会不会很大？不会，那时候我们就想，那时候看到说，国文的话，刚好在那个社区有一个孔庙，一个新竹蛮著名的一个孔庙的地点。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这个阿嬷的专长，然后跟这个在地社区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然后他去设计了一个就是孔子认识他的生平，然后还有带他们去孔庙走走，看庙宇的设计。像导览这样，对，然后最后就是在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写生，等于是把一天的总结，你学到了什么，你看到这个是什么，就把它通通画下来。好棒哦，真的很棒哎！像现在有像刚刚讲是一个退休老师，那事实上也有，比如说他可能以前教作文，对不对？那他也许可以在里面帮忙小朋友看作文、批改作文，然后给一点点意见。这就是老人家可以提供的服务。我觉得也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以及他存在的不同的价值。对，因为像另外就除了像刚才有人会说，其实其他阿公阿嬷会觉得，我又不是老师毕业，我不会。对。然后我可以干嘛呢？对，有一个算是大哥，他是很会做折纸，特别是拿那种很用广告单去做一个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像他那一天也在，那时候也在那边开了一堂课，是教他们做纸的灯笼。因为快过年，那时候冬令就教他们做纸的灯笼。其实小朋友也玩得很开心，而且发现到说，其实你不一定要是老师，或是很特别以前一定要很丰功伟业。其实你是一般人，你只要有特殊的专长，一定有，每个人一定有。你只要愿意站上台，其实很多人是可以看见，而且很多人可以从你的经验学到很多东西。真的，因为我们之前有采访过，在苗栗苑里那边，就是很多做令草的那种阿婆那一些，那种技艺已经是几乎像年轻人完全不会，而且他们不认识字哦，他们不认识字，可他们却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字的图腾那一类的东西，那个都是他们好像是从小练习或是与生俱来的。那像那样的技艺，他也不一定是像您刚说的，哇，一定是老师退休或什么的。但是他如果有一天可以教小朋友，应该讲年轻人一些令草技术的编
编织，那就是一个最珍贵的记忆。所以真的，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真的是这个样子哈。哎，今天好像太严肃了，一定讲的这么教育，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可是听说你们还有去跟国外交流，是不是？哦，也不算是交流，学习，算是学习，因为那是在今年的1月，去年的1月到9月，我就是待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哦，这么久啊？对，就对，算是去那边生活。然后其实，在那边给自己很重要的功课是去那边看那边的高龄者，或者是说阿公阿嬤他们怎么样的生活。对，那我其实发现非常不一样的是，我觉得在台湾可能。高龄或长辈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例如像你比如上公车好了，这一定是大家坐在位上的，一看到哇阿公阿嬤上来，哇就是坐不住了，不知道怎么办。对，而且那个上面如果有博爱座，全部都空的，也没人也不敢坐，对，可是像在那边我会发现到他们老人家太多了，所以有点阿公阿嬤不是那么特别的存在，所以他可以很自在地做他想要做的事。例如像是我那时候我去参加了他们的2个的，一个是健身房，一个是他们运动课程。那第一个是去健身房的时候，我看到我在跑步做重训的时候，阿公阿嬤在旁边跟我一起做重训，我看到我真的吓了一跳，因为而且不是说重训不是说拿个小小的这样做一做，不是，他们是真的认真的，而且还有什么腰带什么很齐全的，很认真的，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很专业。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想，哇，要是我阿嬤说她要去健身房，她做这种事，我可能没有办法。对，我们阿嬤呢，有走唔得，会输怂会受伤，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对，可是然后另外是我去像比如说我去游泳池那边，就看到他们的阿公阿嬤，台湾的阿公阿嬤可能在泡水聊聊天，在那边他们是在说不是游泳就算是游蝶式，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哇，而且我就想说哇，这真的是太厉害了。对，而且像我另外去参加另外一个是专门开给高龄者的运动课。可我想到台湾的高龄者运动课，比如说拉毛巾啊，就是什么做椅子操，练气功啊。对。可是他们那边阿公阿嬤他们做那个棒式，会伏地挺身，跟仰卧起坐。我这看到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而且我都那时候会觉得天哪，我根本不能输啊。对，会觉得他们那些阿公阿嬤，他们跟你玩真的，而且是。那边的老师也不会说，这堂课不适合你，你不能进来，对啊。然后特别像我还想要讲一个是我在参加一个拳击有氧，那个是一个强度非常强的课程，然后就还有个80岁的阿嬤进来了，然后穿得非常的漂亮，就很像我们台湾可以看到很年轻人会把它当做一个穿搭，看起来很时尚。对，现在连下认同不能随便穿呢，要穿得很时尚对，都是搭配得很好，而且强度非常强，因为我自己上完其实会。脚是会软的那种，就我就想，天啊，这个阿嬤老师会不会请他出去？就没有，他竟然跟我们一起上完了，我就会觉得，对，在那边他们因为太自然的存在，所以他们不会设限说你是这个年龄层，比如说你游泳你就能学什么，你不能学什么，他们没有，所以阿公阿嬤他们可以很自在做他们做所有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因为日本他很快，不能讲提早，他很快就进入高龄化社会，所以你说很自然的存在，是因为它不能不自然啊，因为太多了，对不对？好，那因为台湾其实现在是慢慢的已经的会更快速的进入高龄化社会，所以在日本，因为他早就进入高龄化社会，所以他们对于老人的照护，或是他们的长照，或是老人的一些该有的什么状态，他们是做预备的，然后观念也是，所以就变成说，就像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讲的，其实谁说老人家跟年轻人不一样？20岁有这个需求，所以80岁没有，不是这样嘛，对不对？20岁要穿很时尚，老人家不用很时尚，也不是。30岁的时候要去健身房，所以70岁的人不用去健身房，也不是。他们就会觉得你需要什么，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你年纪比较大，对哈。所以其实俩很某种改观呀，谁说老人家你都是某时间走给臭斗不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观念的调整、改变，或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感受。对，好，马沙公难改、扣记改。天法，还有上音走的容音尬就不能用，也没有，对不对？如果有些你讲阿公阿婆他对3C 产品很有兴趣，他搞不好用的比你还好哦。对啊，对不对？这个是兴趣啦，我是觉得一定用的比我好，像我就没有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就没有说他们可以用或他们不可以用。我想这也是你在日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所以其实像我回来之后，我会觉得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好像设计有趣的课程就够了，可是现在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是想我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也要有的，我们可以去问问看他们。对，如果他们需要，我们当然是设计一个适合他们课程，但是可以满足一样的需求，我觉得是重要的。所以你基本上绕墙的老玩客，等下吞水了都节目地读到台高的分享。你看哦，鉴于爱和尚是创办人，然后南为一个企划贝华也这么年轻，对。可是记得开始看到你读推班龙应该改 CQ 很嘛改，其实也不一定要70岁80岁，其实你从50岁60岁70、80、90，只要你有兴趣、有能力，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安永改事情哈。希望乡亲朋友看基本应该节目哈，港属某强荣耀吃到被动又希望哦，在这边谢谢费总感谢，有空常来分享你们不同的课程。好，谢谢。好，乡亲朋友哈，听你咧，大家都做认同了哦。